病院分龄分医，透过专业的高阶的设备，你的医疗团队共同的努力之下，帮这个互甘蔗机断掌的张先生顺利甲伊的手接断去，回到正常的生活。真正这个张先生因为做事时无细致，互甘蔗机夹着手底裂开。家在透过台大病院分龄分医的拍拼，将这个手甲接断来。困难点其实就是要找出可以使用的健康的血管。这个张先生目前也未完全恢复，不过伊真感谢医师。第一个目标就是他可以这样子碰到，好，那当然因为断的地方是很上面，所以基本上他这个也会受到关节的影响。我感觉咧附诊拢差不多做，拢一直好个安尼。为今年1月开始，台大病院已经成功帮助5个患者，并将这一步规划成立集体重建中心，让民众得到更加好的照顾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